我去學習做運動嘅過程啦，其實都唔係一帆風順。就好似游水為例啦，學游水嘅時候，我陶醉於係水底嘅時間，咁所以我成日咧都會潛咗落水底啦。咁而教練講嘢嘅時候咧，其實我永遠都係聽唔到。咁所以就變相教練咧就最後都係放棄啦，咁而拒絕咗我繼續同佢一齊學游水。佢同我媽咪講話，我係應該係一世都學唔識游水。雖然嗰陣時6歲，不過我都 feel 到媽咪其實都好唔開心啦。其實對於乜嘢叫 SEN 咧，我父母係唔係好清楚嘅。咁就揾到坊間上面有一啲嘅 NGO 啦，原來係有服務呢一班嘅小朋友。咁就亦都知道佢有開到個體操班。咁我就係咁樣嘅機緣巧合下啦，就參加咗呢個體操班，就認識咗我而家嘅啟蒙教練。咁當時咧，我記得 AK 係6歲左右啦，就加入我個班組。咁我發現佢咧唔係一種叫做柔軟性啊或者爆炸力嘅運動員，我發覺佢最強嗰樣嘢咧係啲叫做耐力型嘅運動員嚟。喺佢12、13歲嘅時候咧，我將佢帶翻去體院做一個考試，咁做咗一個叫3項鐵人嘅項目，咁入選咗。香港隊喺香港馬拉松10K 嘅賽事咧，成為咗全港冠軍。佢唔係一個叫做特殊嘅組別，佢喺主流嘅組別成為咗全場總冠軍。再加上佢喺亞洲錦標賽為香港爭光。我雖然我玩嘅係3項鐵人。呢一個係一個個人嘅項目，但其實都要去到同唔同嘅 party 去到溝通啦，甚至可能係對我嘅背後嘅團隊啦，咁就慢慢咁樣令到我咧個表達技巧上邊一路咁樣提升。一個攞完亞洲冠軍、香港冠軍嘅運動員翻嚟揾我，叫我做教練，其實我都好開心嘅，即係作為教練嚟講咧，都係一件好鼓舞嘅事。佢同我講話想翻嚟教 SEN 嘅小朋友。但係佢就知道咧，其實係特別難教。佢問我有冇其他嘅方法，我同佢一齊揾翻啲資料咧，原來發現香港咧關於 SEN 運動嘅教學有冇一啲標準，有冇一啲指標咧？原來發現係冇嘅。所以當時咧，我同佢 AK 咧膽粗粗就成立咗社企香港特殊需要體育學院。SEN 特徵分班有咩唔好呢？我覺得好大嘅一個社會痛點嚟，因為 SEN 嘅範疇咧可以分到好深好闊。譬如我哋講自閉症譜系為例啦，其實佢可能係資優，運動條件都好強，但係咧都會有啲同學仔可能會有共症嘅存在，譬如佢會再有專注力不足啊，或者嚴重到會有智力問題啊，咁樣我哋都會叫做自閉症譜系。咁如果淨係將自閉症譜系就分埋一班咧，成個運動堂裏邊咧好難去處理，同埋我覺得叫嘥料咯。以前咧個情緒係大到直頭無法學嘢㗎。係完全學唔到，又定唔到落嚟㗎。有一間大學就收自閉症單車班，評估之後就覺得佢個能力唔得啊。咁我當時咧成個人咧都灰晒啦。我點解揀同行網咧？因為佢哋唔係以能力嚟揀人，佢哋係有教無類，能力高同低佢哋都會接受嘅。出邊好多都係篩選啲叻嘅入去。咁我哋呢班人完全冇希望啦。自從嚟咗同行網咧，訓練咗咁耐咧，我發覺佢啲情緒咧係穩定咗嘅，同埋呢個執行能力咧係強咗嘅，運動嗰方面學嘢係快咗嘅。以前淨係識跳繩噶嘛，跟住而家咧就一理通百理明啦，游水都識埋，獨輪車都識埋。跟住獨輪車咧就係有試過參加全港獨輪車賽。抌初初係幫佢報名咯，點知攞個第5名翻嚟，呢個意外驚喜嚟嘅，我都諗唔到佢咁叻㗎。係啊，好犀利㗎，中度特殊學校喎，主流賽攞第5名喎，參加 SEN 跳繩比賽都有幾個攞咗全場總冠軍翻嚟。佢做運動之後咧，嗰個空間感咧同埋隻眼咧係好咗㗎。譬如以前咧佢行路係唔睇路嘅，
落樓梯咧都唔睇路嘅，就一嘢有落去就撲落去嘅。係以前咧見到支筆咧走都走唔切嘅，而家可以揸住支筆去畫畫。以前咧就唔講嘢嘅，咁咧就淨係識發脾氣嘅啫，打人打自己。做咗運動之後咧，個情緒咧穩定咗，認定咗，跟住就慢慢嘗試用口講嘢，表達啲嘢出嚟。你中意邊一隻啊？你最中意邊隻？呢個牛啊，正牛。跟住咧，同項目咧上堂嘅時候咧，就唔需要家長陪行嘅，呢個係佢哋特色，亦都佢哋嘅專業之處。我係好放心咧，將小朋友咧單獨留喺中心訓練。阿星上堂嘅時候，我多數咧上去，一係就去圖書館睇下啲書，休息下咁樣。我哋家長可以透下氣。我咧就報讀咗特殊需要體院一個 SEN 教練牌，我就諗住學下啲專業知識，幫助自己小朋友做啲正規嘅訓練。SEN 運動教練課程入邊咧，我最大收穫咧就係識咗一班SEN 嘅教練，大家去互相交流咯，同埋真係學咗一啲技巧咯，就係譬如咧教小朋友呢啲 SEN 小朋友排隊咧，佢哋識得用啲工具輔助法，咁我就俾6個嗰啲唔同顏色嘅圓圈，俾佢哋自己揀顏色，跟住企喺指定嘅地方，喺圓圈入邊企定定就唔會周圍走啦。佢哋需要咧將啲動作拆晒咯，個動作咧。我哋一氣呵成，可能佢哋要拆1、2、3、4咁樣，逐用教咯。可能我都係運動員出身啦，中意挑戰。精英運動員好多時都可以一齊去參加運動，可以得到自信心、健康嘅體魄。我覺得呢2點啦，健康嘅體魄同埋建立自信心咧，喺 SEN 小朋友成長裏邊咧，我都好希望佢哋同樣可以得到。SEN 嘅小朋友應該同我哋一樣平等咁得到一個待遇或者叫機會。我哋由21年成立到至今啦，2026年啦，其實我哋由 SEN 運動教練課程嘅培訓啦，到而家有自己嘅地方，亦都有自己嘅運動班組啦。咁而我哋亦都有一啲 SEN 運動助理嘅培訓啦，令到佢哋都可以投身喺運動呢一個產業上邊咧，都可以出一分力。好，拜拜，做運動，預備。你有冇幫佢打氣啊？加油順風！加油順風！加油順風！咁而我哋咧都好努力咁樣去到同浸會大學啦，去到制定 GSIA 綜合能力指標，希望小朋友真係可以以能力取代標籤。GSIA 綜合運動能力指標其實係一個運動嘅評測工具啦，同時間咧其實係 for 唔同嘅小朋友啦，其實係一個共用嘅指標嚟嘅。咁而呢度當中咧，其實就係希望大家都可以揾到自己嘅運動班組，同時間亦都俾到教練啦，去到了解到每一個小朋友究竟佢個運動水平去到邊度，從而可以喺個運動計劃上邊咧做唔同嘅調整。同時間我哋都有自己嘅綜合運動班組啦，咁而呢個綜合運動班組亦都係所有嘅運動嘅入門版啦，令到佢哋喺運動嘅技能上邊都有所提升，令到佢哋都可以有個目標，知道佢哋嘅晉升嘅機會咧係可以去返唔同嘅專項班組，甚至可能有一啲嘅表演嘅機會等等，令到佢哋都可以有一個目標去到追求。我哋當中啦，短呢幾年啦，我哋都以綜合運動能力指標為藍本，而一路培訓唔同嘅學生，佢哋都可以有自己嘅出路，揾到自己嘅興趣，揾到自己嘅舞台。有啲學生可能會喺專項上邊發展，亦都可能去到唔同嘅發展隊，甚至可能係一啲嘅代表隊咁樣。咁而我哋都好希望將呢啲嘅真實故事去到感染到其他人。有一啲學員或者有啲會員啦，其實佢哋未必真係個能力去到咁高，但係我哋都希望佢哋有個咁嘅機會。咁而我哋就唔係帶佢哋出去比賽，我哋會帶佢哋去一啲嘅表演。
令到佢哋可以試下踏舞台階，令到佢哋個自信心翻嚟，同時間俾多個機會佢哋呢啲嘅難忘嘅經驗係一個好充實，甚至其實係可以影響到佢哋成個家庭。我同 AK 成立香港特殊需要體育學院，希望社會各界知道特殊需要人士有唔同嘅光芒，聚焦優點，發掘所長。同時間，我同 Ted Sir 都希望將 GSIA 綜合運動能力指標可以普及出去，讓更加多機構甚至學校了解到呢一班嘅小朋友都能夠以能力取代標籤。